团结外口，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强调，甲教学根基、教育调配是创新教育两大面向，发表教育政策。 来辅助教学，那提高专业的陪伴时数。那当然，我相信这个也会被我们的对手再来批评说，这个是要花钱的。我也知道是要花钱，可这个钱也不能不花。提出愿景的时，无袂记得甲对手酸。到底讲这个时间，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来到北检告发陈时中渎职。 没有办法超前部署，甚至疫情严峻的时候要购买疫苗，都还一倍一卡再卡。这不是行政怠惰，这不是行政来卡相关的疫苗采购是什么？疫苗的数字到现在还是个谜嘛，这是尊重法院的调查。 面对若被做回攻击疫苗议题，陈时中要是老神在在。国民党的党主席吧，特别讲说再贵也要买。 到上去，不过在我无听伊的话了哈。他所谓的合约签保密5年，保密10年，现在已经不打这疫苗了，我就把它公布出来。这个国家党上的心结到底是谁主持哈？这个到法院大家还可以签一下真章了。 疫苗采购搁一摆引起政治攻防，陈时中过去的防疫成绩到底是选举的日期，或者是对手攻击的点，都看民众安怎想。 我是喜顾亚外，你订阅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了吗？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。